对啦，所以呢，伊足紧张的，我以为伊紧张，我嘛足紧张的。你也对你紧张哦。对，过伊的歌声，我感觉伊的声是吸引人的。我一直甲讲，咱吼那个当作那是一个做到唱的歌曲。我跟你讲啊，伊的心情我了解，因为你看我总是，比如讲我徛在你边啊，徛在别人姐边啊，雅文姐边啊，你们都天后级的，我们那个心里当然小鹿乱撞，何况又是比赛，对不对？赶快把他请出来。好，陈宽志，有请。我安排这首歌曲，我觉得它非常的浪漫，非常的抒情，然后很适合我们两个演唱。魂中鬼鱼，哇，双帅。我们今天唱的是荒山老师的《九希望》。哎，是的。哇，真的很难评喽！来，掌声欢迎他们！谢谢。天空微微，花蕊散香。